待遇再大的本事，就是通过3乘法来注释，让游客突然发热。现在你一撮子昆斯懵懂的人，每人抽脱子110美金，跌打思聪的根子里，在墨西哥边境进军。擦他斗仗一开，墨西哥单子劈你而来一个干花子。哎呦，对眼感觉就是从苏州到苏北，停了海个汽车站一人灰的，搭蓝雷领带下的一个蓝坦克，有的一拼。2000年之前，秦始皇在万里长城，年书记特朗普为之非法移民进入美国，在此一代千里长城，埃搭就是边境这样的起点，相当于中国的山海关，变成了一墙之隔，2个世界，上头一个代沟，就是美国。每日天，至少有4800个外国人通过各种办法虐待墨西哥，从埃头上头浪向翻过去。往帝国政治后抗力贴，一去不复返。去啥去呢？只有你都自家晓得。同一片天空，同一个海洋，同一种制度，为啥台里上头南面的人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，还要爬得不面去？退休工资3500，阿不上我不来想。墨西哥走这一圈，又回到美国来着，一出海关感觉谁不一样？那个啥个代理哦，地浪向观景台，灯光亮着，月亮圆着，马路浪向的人啊觉着白着，干花子啊晒着，怪不得每日天通关奔向美国的人臭泪发散。虽然没中国海，可爱个高音排名地球烂泥是没问题的。